香港公民你好，我哋係匿名，嚟自香港媒體嘅一項消息。匿名認為10月17號，香港嘅佔領運動會再一次喺當地嘅政府總部發生，目標為撤回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目。團體的訴求清晰可見。匿名並不相信任何勢力能夠改變呢一個清楚嘅訴求。佔領在出現之前，匿名先強調10月17號嘅公民廣場運動完全由公民自發，並不代表任何政黨或組織立場。佔領嘅原理念係要達到個人完全自發而有建議性行動嘅行為。佔領容易被社會誤解為社會運動，但佔領行動本身並不包括社運信息，所以每一位到場嘅公民都有對等嘅權利同義務。佔領本身就係一個公平的討論平台，給予公民能夠小組討論、分享、提供意見，甚至一個公民與權力嘅對話。較早前，匿名亞洲所指的階段2，現在有佢嘅實行性必要。罷課，全港中小學全面罷課。對於罷課嘅可能性，匿名從來並不擔心。呢一個罷課嘅行動完全屬於學生個人嘅決定，冇必要有家長或者校方同意。有人講過革命係需要流血，今日同學你哋嘅抗火所被記錄嘅缺點就係你哋要流嘅血，你哋有必要放棄部分嚟換取更多利益。讓罷課可以實行，同學並非無聊地唔上堂，公民廣場就係一個最大嘅教室，為你哋提供想要嘅知識。匿名呼籲所有義教老師到場為學生提供佢哋想要嘅科目，透過分享、完善、改進，去建立一個學生所想及必要嘅教程。匿名近日更發現，國民教育嘅教程指引被委員會所撤回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匿名發現有關嘅指引依然被部分組織保留並存在推行計劃。匿名關注部分中小學依然有可能就指引教程推行國民教育。根據政府官方引述，教育局會撤回指引，並不會強行以該教程指引為藍本。呢一個論述係政府嘅文字藝術，此指引只係引導大家嘅一個手法，實際嘅行動我哋要求撤回科目，防止獨立成科，成為愛黨指數。10月17號，回到佔領公民廣場，我哋期待你，我們是軍團，我們不忘記，我們不原諒，期望我們